講到情人節，梗係唔少得玫瑰花啦。以下呢一朵又有得食又有得睇嘅玫瑰花，你又中唔中意呢？你只需要準備士多啤梨、一把刀仔同牙籤，去 supermarket 買一啲又圓又大嘅士多啤梨，跟住之後呢，就用牙籤由葉嘅部分一篤實佢，固定好佢，跟住就開始切一啲花瓣出嚟啦。由士多啤梨嘅底部慢慢切，千祈唔好切斷或者切得太薄喎。只要練習多2-3次，你就會掌握到個竅門噶啦。喺底部呢，我會分開4個部分嘅，就會切到4塊花瓣出嚟。完成第一層之後呢，就可以上去第2層啦。喺2塊花瓣中間嘅位置切落去，咁樣呢，你對玫瑰花睇上去就會更加有層次噶啦。但係要記住一點喎，越去到越高層第3、4層嘅位置呢，嗰啲果肉就會越薄，越容易切斷。所以切嘅時候呢，大家都要慢慢切先得噶。最後呢，就用把刀仔將啲花瓣向外壓下，令到佢個花型會更加出。唔使5分鐘，一朵玫瑰花型嘅士多啤梨就完成啦。不如試下今個情人節送俾你嘅另一半啦。嚟緊仲有白色情人節㗎，到時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嘢啊！到時見，拜拜。